通过一位得困的救主，恬静的圣诞就经历了受拍破，一首新的歌诞生，道成肉体，来踮伫伊所创造的人的中间。伫迄年，响亮的交响乐声，到伫今仔日，遥具响亮到全世间，就是迄位细细的英姿君王啼哭的声，以及天顶规大片的天彩，对暗暝的天边所发出嗷嗷的声。恬静的时刻已经过去，它就是欢喜快乐的时刻。